成立查党的建平里爱心会，每到国龄三大节日，拢会举办绿色关怀活动，发送物资以及红包600块，互你来绿色家庭以及独居长辈。爱心会长期的付出，成效各界肯定。这次就牧师李伯利捐赠白米52包，以及支援罗坤户。建平里领长潘素月共同加码赞助。大家拢知影，那到有着假日啦吼，咱的一寡较艰苦人吼。在生活上就是一些好像欠缺了一些爱心啊，玩家物资哈，我们提供给这些低收入户哦，也是一种抛砖引玉啊。这是一点点我们的爱心，我们希望我们有更多人可以来付出。现在有端午节，再来就是中秋节，我们希望我们的低收入户。独居老人还有更多需要我们关心的，有更多人可以来付出。春节、端午、中秋之前都会送给我们里面的弱势家庭跟独居老人，那我们就固定的会送，这些他们进来的我们都算加码，我们本来要送的包括红包600块，还有其他的应景礼品我们都不会减，还有这些都是增加的。那感谢真的卢议员跟潘老师还有杨路水还有他们的支持。除了举办爱心关怀活动以外，建平里6月18将在建平公园办理环保市集，总共有50活动参与。台南市流浪动物爱护协会也适当办理猫狗领养以及宠物商品义卖。环保局也适当宣导中华民国陆产品运销合作社。即是捐助一批路用商品义卖，并将所得全数捐予爱心会，作为爱心基金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